啊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还要办户籍誊本呢。啊，我差一时唔記得咧，係我辦戶籍誊本呢。啊，我差一時唔記得咧，係我辦戶籍誊本呢。好，那身份证和印章，请再给我一次。該身份證同印，請各本外一道。該身份證同印，請各本外一道。户籍誊本办个人的就可以吗？要办多少份呢？戶籍誊本辦個人嘅實實在在係冇，愛辦幾多份呢？戶籍誊本辦個人嘅實實在在係冇，愛辦幾多份呢？办我个人的就可以，给我2份好吗？辦我自家嘅實實在在，本我2份好冇？辦我自家嘅實實在在，本我2份好冇？好，記事欄內容要印出來嗎？好，記事欄內容愛印出來嗎？好，記事欄內容愛印出來嗎？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這樣規費是30元，請您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安尼，規費係30塊，請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安尼，規費係30塊，請先將身份證收起來。在這裡蓋章嗎？在這行證印係冇，在這行證印係冇。對，就是這裡，請稍等一下哦。祝是係哪位？請等一下哦。祝是係哪位？請等一下哦。阿伯的全家人能住在一起，家庭幸福平安，比吃仙桃更開心，真的很幸福呢。阿爸，幾部客人是在大鄉下，家安人有福，客人食仙桃，實在是很幸福呢。阿爸，幾部客人是在大鄉下，家安人有福，客人食仙桃，實在是很幸福呢。謝謝。羅啦羅啦，羅啦羅啦。那我就來吃仙桃，還有看你這仙女咯。今日是來食仙桃，又是得來看一個仙女了。今日是來食仙桃，又是得來看一個仙女了。謝謝您，這樣都辦好嘍。落來阿爸該安咯，安尼做下辦好了。落來阿爸該安咯，安尼做下辦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謝謝。好好好，落來。好好好，落來。